客欢迎来了，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各有才情，也各位變貴變怪嘅來一條，本人阿橋。嘛啥？變鬼變怪，係啊，各位變貴變怪啊！知道有咩以後啊？係啊，有咩感覺？因為上擺我訪問阿橋嘅時節，伊都好睇宣傳嘅新嘅衣服，戴嘅作到像太空人，戴面罩，伊來上廣播節目。鬼鬼怪怪嘅用嘅。係啊，佢似咩位人啊？嗬，還有唔嘅也嘅音樂嘅歷程，咩個似咩嗬？日本貓，到春面樂團，又還有一虎，我哋等下韓州隊來講。不過我也節目啊，嗬，一開始就係為了開箱，因為都會請來賓呢，帶去架嗰度，伊感覺去創作去貼拍的東西，啊，我哋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故事。剛剛嘅開箱題嘅，如請小助理，好來。本人呢，伊哋看，本日同看啊，嘿，一本書呢，一重哦，為麼？係啊，還有書腰，如何能拋棄失去了理想，麻煩又迷人的這個世界，麻煩都會死咧。也係嘛個書，係我圖新竹教育大學，啊，你下按到。清華大學係圖美術系嘅世界畢業紀念畫冊。哦，畢業哦，原來美術系嘅畢業紀念冊按鬧咧。係啊，按鬧啊，南部人講按鬧，很鬧這樣子。很鬧。反倒有做記號誒，也係阿 Q 誒。阿 Q。嗰時也就係人家下嘅作品，係咪？那時候的作品，這樣是有愛花嘅油花，哇！佢講呢，你乖乖吼，啊真嘅有像有太空人，弟弟不安呢，有些像真嘅有些像鬼怪，真的吼，變鬼變怪，有木族笑面安呢，我讀考試係愛睇上愛係咪落嘅，個嚴準咯，因為萬事會個樣嘅事情。因為其他人數學唔會，數學不會就是不會嘛。不過美術就會感覺，我哋萬世應該睇假如有學畫圖嘅時期，做嘛都天天嚟都睇嘢讀書嘅，你就會感覺也係一件個有壓力嘅事情。我感覺應該會嚴準來安尼。慢慢嚟安尼。係啊，攞佢流通轉回來。係啊，咁人咧畢業紀念冊還有嘛個貼拍的素材嘛？有最尾一嚇，有安尼。用全部嘅兩片，等等，surprise，有冇東西啊？又係嘛嘅？其實我咩唔記得我啲哪邊嘅，可能啲兩片哦，就是沙雞愛本年啊刮刮樂，有些傳統嘅感覺。哦，嗰個底下係相片，嘿，我推過係。然後有睇架嘅相片咧，唔過我真係唔記得我去啲那邊咧。你也沒有刮哦？另外一本有刮啦。那我可以刮嗎？好，咁我等下來刮，看下唔睇哪。等一下再看。好，我們先放着，先不用去了哈。因為有關畫圖啊，其實還有幾多小故事可以講哦。我哋等下可以繼續，我哋過來看天意嘅。我哋天嘅阿 Q 帶來嘅小物係嘛嘅好冇？好，怎麼每個材質按摩 Q 一個係蓬線，係啊，當紅下晨曦，晨曦就係我畢業以後，我人生第一份條路。在晨曦發展中心，然後做教保員，也是我人生最迷敗做全職嘅一條路。最迷敗，係第一敗，係啊，當重要嘅開始。因為你去讀嘅美術系係家下係算新竹師院，古時候出來就係愛做欣賞，做美術老師。差唔多應該係安尼，不過我就冇修係教育
高优嘛该高幼学茶，类似这种教育学分学分啊你。哦，冇去修冇，因为冇想要做欣赏哈。就艺术家嘅梦想。哦，原來係安尼。嗰時讀美術系其實就係算係唔似家上愛嘅。你講咩正經？你對恁嘅志願，你係成為藝術家安尼。結果兩位畢業輩有去教書咯。就因為就按讀後就看到，城西發展中心這個特殊教育，他們有需要這樣子的人才啊。嗰樣時啊，就想講，從細到大，舞蹈班啊、美術班啊，還有運動班啊，還有TPA 嘅 TPA 班啊，全部就按到特殊教育。對，所以我就想說，在學校裡面都被規範叫特殊教育的這些班級，好像我也可以去認識他們一下。我那時候就是真的只是這樣想，因為我就覺得，像畫畫是一種溝通跟表達。那這些特殊的孩子，他們沒有像我們有這樣子的語言的表達。那我覺得進入他們的世界，我覺得應該也是一種浪漫。唔該，他去之前就啲一群特殊的學生，你能的狀況。我們家有一個糖寶寶，對，對，所以就會覺得，也是有一點親切的感覺。那就是我們班的同學，他們沒有辦法自己獨立做出這個。這個叫什麼圍巾？一個樣比安呢？對，然後就是可是為什麼會可以做出這樣？是有透過一個輔具，還有一點像削鉛筆機，就是老師把毛線圍上去，然後同學們就是按像削鉛筆機這樣，就做的編成安尼重一條。咁做嘅係義賣嘅嚇？係啊，義賣。咩鬼叫以前嘅呢？你看劉登。我想一下，我係97年畢業嘅，我就去城西啊，後來就差唔多幾樣事。睇佢做嘅一舊。其實冇一舊嘅，因為後來我身體就有些問題，就差唔多1年停。然後後來就想講，可能就行下先休息一下呢。就緊休息緊發圖，然後緊想講，那邊有一些很好嘅條路啊，就這種白 case 的狀況，就按呢白 case，變到緊不呢呢。白 case 係音樂相關嘅，還係美術相關嘅？都有呢。都有。好，剛才呢分去3方，好來嘅東西。這是真的植物嗎？真的。那個就給糖有後糖嗎？好大哦！也係乜嘅植物啊？我唔記得啊。嗰係養咩嚇？唔係，喺我之前的某一間髮絲。他就髮絲嘅條架，他就有收集很多懂有意思嘅物件。你講畫室對，然後有上司佢就拿嗰種就吃眼嘅美材嘛，然後就會擺在桌上，讓小朋友大家來畫圖，素描它。對，然後我就覺得有意思哎，我就拿起來打節拍，然後就跟我老闆講說，怎麼這麼可愛？然後他就說，他以前去爬山有撿了很多，對，他就說那你就給你這樣子，可以做我一樣啦，本來創作嘅力量，創作嘅節拍安尼，嗰時候就留起來。唔過唔家下係糖豆人偏鄉啊，也算嘛嘅婚禮啊，有嘅一個工作嘅機會入去。唔過
露天挖土啊，侬一定可以冲过诶。迄万岁就过冲哈。就过小嘅时间，因为阿妹啊，佢就懂某汉，就是他要去进修嘛，所以他就看到那个老伯有之前嘅合冲团，佢就送来去，从应该係8歲到13歲，就大家禮拜拜3還有拜6，還都會去，還有暑假啊，全部都會去，就是要一直唱，然後跟着合唱團出國去表演。對，我覺得是這個歷程。對。不過後來去偏鄉也都去唱歌誒，還目前創作。去偏鄉不是唱歌，去偏鄉就是真的就是藝術家跟小朋友一起做作品。藝術家就把這個所有的動作藝術家給助手安尼。好，咁人哋成都人聊一下，試一下茶，人哋好，下個樂團個繼續打嘴鼓。好。那之前還有下一首很多愛情37嘅故事，就老記條嘅故事下啲地杯。誰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我哋嘅來賓係賴以喬阿喬哦，頭都阿喬同我哋分享過多過奇妙嘅東西。今日做風還有過多，你很多小物呢。我哋先來看下嘅。我的珍藏，你的珍藏，一個2011，2011年美好歲月，一個係家婆做嘅鴨花，鴨花，家婆下嘅詞。WY 嘅幾個名，婉瑤，這真件咧花，真件真就從東久以前，佢就有做東島嘅鴨花，就之前佢松本愛這一件作品嘅時間，那時候我幾歲？嗰陣時我應該就想講3年前發一獎，不過我嗰陣時就吃到倆是咋吃有一些咧老派，然後美好歲月，感覺很老派就不過你是兩歲，你是兩歲，伊儂會送5日嘅喏，就應該希望我嘅未來就全部都會記得同好嘅時節吧。2013年，2011年係做乜嘅？家下2011年，佢是4條路嘅哈，行去行去差唔多。一開始4條路，可能剛離開城西發展中心。剛離開，差唔多嗰樣是剛離開。剛離開嘅時間，你係從頭到講接案啊呢？就冇靠聽嘅女生嘅全新嘅開始。係啊，唔同阿婆係過錢咧嚇。係啊，因為我就當家知道，其中我女生真正有接觸嘅睇嘅藝術家，真正嘅藝術家。係啊，因為給花有花有做壓花，然後他也做很多的編織、毛線，還有一些廢棄的一些比如說塑膠紙啊，他也會把它做成一些植物插花。嗰時候本來都多才多藝啊，係啊，成塊當中各項東西就可以變藝術。這樣自己全部都做得自己做，你看要不會啊就。那後面也要把它裝飾的規則。你可是熟豆沒有很珍惜的感覺，就會鬆鬆的美好歲月。也有珍惜啊，我就是出去外面住不一樣的地方啊，流浪啊，就都還是有帶着，就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娘。我還看到一種相片。
也就是阿婆啊，嘿，阿婆老亲爱嘅嫁公，嫁公蛮帅的呢。嘿啊，家嫁公係做嘛嘅條路？他是軍人。哦，佢就第差唔多佢47歲嘅時節啊，懂老哦，佢就有經驗啊，就拄到我嘅阿婆，佢就幾用時我嘅阿婆已經39歲哦，就像我按老嘅時節阿婆啊，佢就帶定佢笨蛋嘅老公，笨蛋嘅老公嘅阿妹就係講佢嘅家娘，就因為我嘅第一個阿公，就我第一個阿公，佢就過身啊，故所我嘅家婆佢就動辛苦啊，愛孝50妹嘅，還有笨蛋嘅家娘，佢安尼全部外公，我後來的外公嘛，他就是買1送6。嗰時我媽媽嘅爸爸過世呢，後來阿婆係再嫁，冇錯，後來嘅嫁公就你看到相片底背，哇，咁伊能影響你？嗰種沒去睇哈，對你嘅影響。他的相片沒安尼，就是弄得爛爛的，就是也是真的都跟我去了很多地方。這個也是富二代的呢。係啊，因為也還有交補的呀。現在就還會讓到別紅啊呢。係啊。過去呢，就係阿公阿婆嘅相片還會帶。佢有個愛情故事。會講通。係啊，我之前還有下一首很多愛情37嘅故事，就老記條嘅故事下啲底背。就啲全面我吹嘅音樂底背都在彈到。哇，會真呢！咁還有其他嘅一盒係嘛嘅？本你大塊來看一下。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明信片的盒子。對，那時候就是買了這個。很多的明信片是收納在這個盒子裡，然後我現在把它拿來放一些我的人生的重要小物，好朋友寫給我的卡片。按等真呢，係啊，很可愛啊呢。底部如果都朋友寫嘅，也得有小紙條。對，呀係嘛嘅，也有詩嘅，共用嘅。這是樂器嗎？我的玩具。你可以點歌，點一首我聽過的歌。剛剛這上面寫 Christmas，那就好笑哦。我在家裡就會這樣自己娛樂自己。要完全就是靠，很像小喇叭一樣，你不用按也可以。你有覺得那個痛摸胸痛嗎？就感覺一個人可以同時分飾4角。平常時就會嚟搞啊。係啊，就匆匆年紀成發就係。平常咩會拿來用？係啊，就每次都懂好搞啊，就弟弟杯甘說係上嘅某編發啊。呀，就係朋友送嘅。呢隻係我自己買嘅，其他嘅朋友送嘅。這個喺哪買啊？喺批啲國家。冇啦，台灣喺哪一度？樂器行就有，就有。我用也幾來創作下，我本靈感啊。有啊，就想到一些個旋律啊，就做得就手機打開，然後就吃寬啊，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主旋律。我用手機錄。係啊，你就先把它錄下來就是一個音，然後播出來，然後自己再跟這個你錄的對唱，這樣。一些咧唱散歌啊，係啊。同神奇呢。按到有乜嘅唔感覺寫對唔有過冇去用意義嘅嘛？呢件係我土太后嘅時節，親后嘅室友，阿水，佢嘅妹
哦，然后他就拍摄他小孩，然后印出来就写了一个从德国写给我的一个祝福。你嘅太好同學，室友对，太好嘅室友哦。剛剛你睇太好係交很多朋友嘅人哈，沒有呢，你看起來其實有點孤僻的樣子。係啊，就應該有3-4好朋友聽聽啦。哦，那你大學都在幹嘛？太好發圖呢？真嘅啊，我家喺圖書館看書。哦，就係過上網睇發圖誒。係啊，因為就嗰陣時就想講一定要考上那個北藝大，還有南藝大。他就連修課就一邊畢業以後就存錢啊，就各種案子，然後一邊準備考研究所，連考了3年，就是這樣，因為都沒有一直 focus 在念書嘛，對，所以就是有案子就接，然後就這樣連續了3年，然後就都沒考上，後來就組了2本貓。哦，迄安呢？本但迄假使有考到路易图研究所美術的研究所。對，我是考美術的。哦，對。你本但真勁想要做花甲嘅？真勁啊，講唔出來哦。其實你過衝啊，過衝。有嗎？有嗎？有嗎？不過俺定嘅美術的夢，其實持續到很後面安呢。如一次有想要。不過我俩想，其實創作兩件事情，你就本單就做得用懂得某你想唔到嘅元素啦，融合的嘛。係啊，嗰時候我俩寫歌嘅、創歌嘅，就留我嘅油花花譜，變做行下面唔到嘅用嘅安尼。幾好啦。係啊，當然，咪係佢用行藝術一條路啊。係啊，係啊。咁你講考嘅3年冇考到研究所，咁係嘛嘅有嘛嘅機緣本成立邊個2本貓，想講嗌嚟正義集團。應該係講，因為嗰陣時就2015年就有看到係客家流行音樂節，就我2018有看到乜解按到客家，又乜解按到有客家音樂嘅創作組，唔過行下重要嘅係講，佢嘅係講你大條名嘅獎金有10萬元嘅錢。10萬元幾多呢？幾多啊！因為以前我本來就不知道音樂創作有比賽，對，所以想說，係講地富卡就動到時間嘅阿爸，因為佢就已經退休啊，我就想講，係講就請佢來老外聽說一下去參加比賽呢，唔係沒有一些的球沒也不錯啊呢。唔凡係因為唔睇棒球睇嘅，係唔凡係都靠唔要睇講下下，冇爸爸媽媽冇同人講，因為家婆地富卡就冇講嘛。係啊，嗰時候唔啲係行業啊，有啲啦，不過從細個係對自家嘅認同，就唔會知道佢真正係會講客家話嘅客家人。當然，因為就真係唔會講啊。係，俺哋又唔像原住民一塊，你要否認也很難吼。俺哋客家就會歡迎啊，唔同好多人上嘅就差唔多咩。唔會講客嗰難講過這個係客人啊。係啊，所以應該是獎金的誘因，覺得。就也是阿爸有上網啦，因為本來阿爸幹通多啦。阿你講，乜嘅意思？就佢因為係講我冇請佢來教我嘅客家話嘅先生，佢地富卡佢就冇上來留條講法呢。請飲笑給你。也就係俺的刻板印象的軍人爸爸。很堅的那一種。講到伊萬歲嘅成法，假使冇因為愛參加客家嘅歌唱比賽，來滿意客家，一路冇嘅動力去吞講安多這些時節的故事。對，就會以為爸爸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他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所以雖然獎金是主要誘因，可是以後是綁群的人同爸爸嘅距離啊呢。
过去呢，好啊，歌说下长，安尼，好等下我继续来打嘴鼓，好。好，所以后来就会就共修啊，按那共徐老板，每次我看到他，我就要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我干爸之类的。感觉很像一个奇怪的雷龙啊，然后和一些，其实那个门口画的这一种很像有烟火意象的，也就是其实这个小小的这个东西也有另外一个画家跟我说，觉得很有那种对话框的感觉。以前早期就他刚开始弄那个画廊的时候，我就老给天数，就是要来安排。某总统跟艺术家就底面路底不会请嘛，就有点像那个艺术行政啊呢，没钱给啦，是钱的安呢轻葱油，轻葱油给好洗呀。就是大二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木工的课，然后做铜的铜雕啦，对，浮雕，然后就来这边，想说，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听说很多我们系上的教授啊，还有师大那边的艺术家都会来这边裱手工框，那想说我第一次做这么正式的作品，就很想要有手工框这样子的被加持的感觉。有一次我在这边办个展我忘了。然后我觉得我画不完，所以我就问你说，你可不可以钥匙留给我？我一个人就没洗澡，在这边从早上画到半夜，然后画到半夜，然后他可能3、4点睡一下，然后早上6点又继续画，然后画到你来。其实蛮多点的。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会有很多对家人的不谅解，对，比如说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永远都觉得我做得很烂，因为他们的确是很严格嘛。那就是会有一些事件啊，我就会真的非常愤怒的来跟老板还有老板娘抱怨，好像老板跟老板娘都可以对自己的儿女是很宽待，可是为什么我爸妈都永远觉得我都很烂，然后都骂我什么一事无成之类的，然后来跟老板老板娘聊天的时候，老板跟老板娘都会用爱的教育来鼓励每一个来这边喝茶的画家或者是学生。对啊，然后老板就会说，觉得其实你就是尽量的散发就好。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天能够唱到嘅係赖一橋阿橋哦，頭阿橋分享嘅嗰度神狀啊，吼，韓國嗰度屯陸客人嘅嗰奇妙嘅小故事啊，頭到大家看到嘅樣片呢，係阿橋帶我哋呢攝影團隊去對去重要嘅地方吼，金邊堂。唔錯，屯嘅藝廊老闆還會變做乾爸乾媽，會奇妙嘅緣分呢，吼。其實有一拜哦，就阿爸阿妹啊，就來給我一個 surprise， 就來金變堂找我，他就大家就坐在那吃茶啊，喝那個鐵觀音啊，就很開心啊。我媽就突然說，老闆跟老闆娘對你那麼好啊，他們根本就是你的乾爸乾媽吧？哦，媽媽講誒，阿妹給按你講，我就大家就覺得很好笑。對，所以後來就會就共修啊，按你講，徐老闆，每次我看到他，我就要開玩笑說，你是不是我乾爸之類的。咁唔睇嘅表框以外，有睇嘅佢個發展冇？有沒有？哦，應該有啲金變堂佢個發展600。發給圖。哦，記住係，哇，今日幾時就發？哪一年記得冇？那一年
可以哈，可以有哈下。2013年，哦，13年，非常旧哎。然后大这框就是老板亲手帮我裱的，然后也是请老板帮我们搭配那个这个要多长多宽，然后颜色，对。哦，我也个图嘅加下个想法盘记得吗？伊是咧像有日条啊，咩有日光啊，有太子岩天宫嘅说伫路背安尼，大家互相认定安尼嘅感觉。不过几个名我都嘛个眼咩唔记得。这里的光的雨温暖。哦。你看，他们边鬼边乖，你连那个画的题目都是很奇妙。原子笔哦，嘿，也还原子笔哦，嘿，原子笔就是妈妈打我手指头的原子笔。不要了，妈妈那时候不是用这个颜色打啦，妈妈用那个无色嘅。呀，他用给灯光安呢，长啊稀啊，那个色泽很特别呢。哎呀，东斗黑底黑那个特价的时候买的，真的就是很一般的原子笔画的。对，会画画好好哦。呀，给如黑油提金面堂发展的时间有展出的，有展出。呀个黑500个，加呀个喏呀布哦。迄人生第一摆买嘅艺术家嘅作品哦。我先把来自迄秋朵。秋朵画的一个形柱跟一个角落。我那时候是在金殿堂看到，它有很多大大小小，也有更小的画风景。就其他的风景画都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张是最奇怪的不正常的风景画，因为这个看起来不会被画出来的景象而且那个绿色的铁皮会觉得好像压铁皮啊，对，会觉得哇，它懂有什么样力。一般会感觉铁皮冇可能会去拉下来的。到底会有谁会想要画那个铁皮，然后是要拿去卖的？我就觉得给我很触动，会想到很多一些人生重要的一些创作的一个打结的时刻。对，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铁皮，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刚出生的小朋友，我在那个铁皮旁边，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铁皮的声音很好听。会很有那种想要探索的感觉，对。可是好像变成大人之后，就会觉得好像路上很多东西都没有美感，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作品我放在板桥的房间里，我觉得就是会给我这种提醒，一个不被重要的角落，可是你把它精心的描绘出属于你的美感。也V 音买耶 V1。对，就是要继续买的画是这样子的画，很有趣的。要继续存钱才可以再买唯2。过去呢就看到也爆发嘅想法，刚有谈过，你看到嘅花有本嘛嘅回馈，有印象的吗？你刚哈讲有没有人看到你的画？我的画吗？给你的回馈？好像比较没有我觉得我画图的历程好像都比较失败，就是我冲过嘅世界就动到向亲朋友啊，还讲就某数是嘅路人，就被韩国来的人来讲，你冲到动后，唔讲开发展嘅世界就冇呢，冇人想爱老爱跟我发。我觉得可能是我画图的时候的人的样子，就是可能我的状态是大家不自己觉得我比较酷，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 local，可能啊呢，可能比较
行家妹的比较可以亲近，不过画图的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亲近啊。应该系安尼。哦，你利用的目标用给新嘅，在不同的艺术媒材上来呢。哦，故说从国外对应，你会让大家可以亲近，没表示你去给他黑欢喜的嘛吼。啊，当然啊。所以你对表演没某嘛个会微凶啊，会害羞的时期。当然会啊。我会啊。你啊，他老眼大嘴菇没吃到。排泄，怎么排泄？就因为我老习惯都会很下沉刻嘅心情，然后他这个按到你分享，其实还是会很不好意思的。公发的时间不会，跟表演的时间从国外没会哈？没会啊，我就常常在心里想说，下面全部都是那个大西瓜，很老派。真的吗？把下面的人都当大西瓜。呀，他很唱歌给西瓜。现在我们还需要变那个吗？水果吗？各种水果，以前一开始只会想西瓜，现在是还有含有反酸的啊，吃婆的啊，香蕉啊，南瓜啊，番薯啊。你表演的经历咩？去多诶，更加很会紧张，很会讲啊，不会讲哦。估英国有应了应后啊，吼，还是没有。上台就一定会紧张。我现在那个手都是湿的，好湿哦。应该是冷气不够强。不用很黑哦，都压他很会，冲国会很会。对啊，应该要怎么办？可是会不会有时候换一个心情想说，会不会如果有一天不紧张了，就不想要去表演了？会不会？对，会不会紧张也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嘿。系啊，因为唔可能，你感觉马格鲁无检查，表演可能就冇给动力啊。就是穷黑那个肾上腺素。因为你懂在意啊，你就会有感受，有感受就会感受到动势一系列嘅紧张，你就老给不用到动态啊那。对，所以这个情绪的那个。流动，我觉得好像我刚刚复演给没吃到，按的没空了没以后，可以把这个紧张，你把它想这个负面能量变成是一个动力，好像也不错。不过表演我会欢喜，就是他的情绪应该很复杂的，对，有紧张，有想要囤太个沟通，那最开心是什么时候？是录完歌，还是表演有实际的沟通呀？种？我觉得我会想这么多，觉得最感动、最开心，应该是当然就是演出都有顺利的话啦。对，就大部分都是有顺利的。然后我觉得看到很多乡亲吧，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几个交流互动，不可思议的。因为毕竟我从以前日本没有给时间啊，客家话呢讲到非常嘅魔障啊，都掠下可以用客家他魔障嘅大嘴骨，条摆迄魔法度魔障嘅大嘴骨啊就从这样是嘅乡亲，佢哋就同家老眼讲你懂好呢啊！以后迄庙里嘅时间，动你都很眼睛名，就说没一种压力，唔过就嗰種幾多年以前會吃到有相當嘅條擺喺啲廟里嘅阿公阿婆，因為我就冇機會留記到講下。結果更加同冇佢用嘅鄉親講下。係啊，我嘅阿公就阿爸嘅阿爸，佢定係差唔多80嘅時間就過身啦。然後就用國語團嗰度阿公阿婆級的交流啊，就留記到講法就同好啊。會錢啊好，我哋聊一下，等下我看帶來嘛嘅上樣嘅米絲，我哋叫下來食。對哦，先是好，我都忘記還有想念的味道，還有。係啊，幹嘛只聽？我會爸爸帶你們吃陽春麵。為什麼一定要陽春麵？應該是比較營養吧。
做客慢言來了，今日我哋要唱到嘅裏邊係拉一口阿口，這一趴我哋愛來食好食嘅東西哈，看下阿口以蔥油嘅料理係乜嘅，像我哋呢小助理，安香哦，就係麵，桶麵，永春面哦，豆掐，你的重要料理好樸素哦。哎，为什么是阳春面？会吗？显示看呐，哎，真的这不是道具哦，真的很香哎，会。我先问，你是好开吹饮哈？你喜欢韭菜吗？全部做的。还有，我通常都会有贴在碗的边还边。冇葱条就做的。哦，哎，韭菜你刚刚讲用的讲原来卢卡讲开吹，但是好像北部讲快吹。快吹。其实我们好像也有快吹，可是我们很常污会省略。就会开吹，安改阿婆刮字啊，会讲嘎字。刮字。我们南部人有点懒，我们污常常会省略。那都是困难。哎，要在那个镜头前面吃面，你觉得有点困难？很优哎。真的。是一盒不给呢。哎，但为什么是阳春面啊？好特别哦。会吗？阳春面不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很特别吗？所以通常会上工儿童，匹配的料理好像不会那么的家常。我觉得它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故事？就是本来不是说那个爸爸以为爸爸不会讲话嘛，啊，因为妈妈就是有一阵子很认真去读书啊，都研究所嘅做，研究所，啊，佢就爱麻烦阿爸读，要丢去吃饭呐，阿妹就讲，他就指定是永春面，底下四创底杯，妈妈只听，为爸爸带你能吃阳春面，为什么一定要阳春面？应该是比较营养吧。还是够笑？哎，没啦，哎呀，就觉得有这个面店，又有可以吃蛋，又有吃菜，又可以切小菜，还有小菜，对啊。可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常吃阳春面，对，所以，对爸爸的记忆，我觉得就是阳春面。刚刚你感觉爸爸妈妈对你有乜嘅影響、心態嘅？剛剛聽到媽媽蠻多的，因為媽媽蠻嚴格。阿爸就很嘎發咯，覺得他很認真教我，有耐心教我講客語。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讓我覺得真的是很奇妙哎，沒有想過會變成這樣子，從來沒想過。因為我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學客語是那個從黑天公落水啊，貴小嘅時節啊，銀行扣，那時候爸爸就教我練了1、2次，啊就覺得用文啊，嗡啊，就講唔出來呢，就叫我不要再問他了。对，我記得我那時候小時候就內心就想說，可惡，這個可惡的客家話，我才不要學嘞。小時候真的有這樣覺得。他也用陽正來啊呢。對啊，而且有意思哦，這也是一種墨菲定律哎。而且你做音樂真的像你講的，就係個成績非常好呢。你才一開始你就贏得獎的呢。到拜週就會贏得獎，你這個一開始有學到嗎？有啊，就像去年某麥克風安尼學到啊。一下還有一下，勁來勁下。
就是每次如果要做下一个尝试，好像也没有呢。我觉得你都还是在乱玩呢。不过最近有在讨论老成员跟团员讨论清醒嘅转型，风向啊，行慢啲啦。我有睇討論呢。可能係關於人生嘅挑戰安尼。互相來用嘅天數，人老人之間嘅關係安尼，呢一方面嘅各位安尼。我一定可以做亞朵的創作，因為你的音樂的創作還真的是蠻沒有什麼界限的哈，如馬給魯上多就可以做完嘞。就你其實看起來很嚴肅，但是你做的東西，這因為長得像我爸嘛，你比較像爸爸嗎？因為有啊，像爸爸哦。係啊，你看起來很嚴肅嘅嘢，可是你做的東西真的是很搞怪呢。哦，原來安尼，有兩面冇強嘅安尼。我覺得你今天這樣子講，我也會回去想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多大？安尼幾好啊！我剛剛安尼幾好呢，這樣感覺人生很健康哎，因為每一個面向都有表達，都有出口啦。係，感覺安尼幾好。不過除了我哋研究有過有睇運動，有睇爬山，就好像人整個印了印正面呢。哎，對，發圖的時間就太負面了。還有，我覺得有這樣這麼一講一想，我記得我以前畫圖，太後嘅時間我就動家啲畫圖嘅時間我就知道我冇是有任何嘅朋友，因為畫圖就係我認真親好嘅朋友。哦，哇，哎，因為安尼，咁而家安尼行到呀，你看畫圖啊，韓國音樂，感覺對你心態嘅影響係乜嘅？我知道，因為創作到2些年，就有學習講運用嘅老配上人分享自家嘅創作。我嘅意思係講，以前啲畫圖嘅時間，我知道冇是有老配上人講，我知道畫本身。佢就會講法，不過因為後來安尼做樂團啊、唱歌誒，就變成必須不想，可是還是會有很多節目或者是相親，他們會很主動，因為以前發圖嘅時間，觀眾就唔會主動來請你，不過後來就我被動的被很多對交流動，那。當然是會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用嘎啥，不過一直用嘎啥都後背就知道，按你沒懂後修啊，就是會從這些長輩的眼光中，他們講的話去了解他們覺得我是什麼樣子的人，因為他們都會懂得假講，講啊，你根本應該做到安尼，你個丈夫安尼。可能怪怪的阿叫你你用不按桿傳啊？你根本應該還用咩上到安尼啊？去那邊買嘅啊？就有給你很多很奇異的 feedback， 同一個世界嘅連接都夠多誒。對對對，真的跟世界的連接會超出自己想象的範圍以外。然後呢，其他人喊一種，一定又會是讓我們那個上多嘅作品。多謝阿 Q， 多謝好。唔識佢哋哦，那就等後事啊。感謝嘅，OK，感謝阿 Q， 要續玩嗎？好啊，他必走哦。多謝。